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这次来到以米粉闻名的尖山老街，走在街上就闻到浓浓的米粉香。原来是前面工厂正在制作米粉，这里的米粉在晒干前尽量用热水烫熟，这样不会把米粉煮烂了吗？我要赶紧请胡大哥解答我的疑问。这个煮要煮多久？煮差不多几十秒而已啊，20秒左右啊。煮太熟也不行，烂掉哦，会烂掉。那晒的全部粘在一起，品质就不好了。那通常看到都是米粉都是用蒸的，那为什么采购会想要用煮的？最早就用煮啊，这个比较麻烦，工多，成本比较高。那既然成本比较高，那为什么采购要坚持用水煮，不改成也用蒸的就好了？传统的东西你品质做好哦，吹粉人家吃起来口感硬硬的，哦，还是有好像不 Q 不发放，可以做我们的尽量。哦，尽量的坚持传统，让自己把心目中那个米粉把它传承下来。胡大哥说，尖山米粉不像吹粉要蒸熟，而是用水煮熟，所以又称之为水粉。而用传统方法制作水粉的已经很少了。我们把煮过的水粉摆到竹架上后，就推到外面去曝晒。负责晒水粉的胎记说，曝晒前必须用双手把水粉弄松。这个动作看似简单，其实并不容易。你弄弄看。好。不是啊，不是吧？手这样，不是这样子，要用这样。对，来这样。用推的。对，这样松。哦，用推的。好。你看弄对。哦，这个力道也不能太大，不然会把它弄断哎。对啊。拿捏要恰当。哦，这个也是完全靠经验。对。胡大哥看我帮忙做了一个早上，怕我肚子饿，就请老板娘炒了米粉请我吃。我一边吃米粉，一边跟胡大哥聊到做米粉的都是长辈，几乎没有年轻人的现况。就发现好像都是比较年长辈的在做这个，年轻的不做的啦。我们这种传统的哈，都是要碰到水，又很热，又很早起来。哦，就是这个很难的。像我们这一代做一做，下一代就差不多。胡大哥笑着说，虽然年轻人不做，但是他从小就在客庄跟着家人制作水粉，实在放不下。他对传统产业的坚持与不畏艰难，真的让我由衷佩服。